Affinity 啦，主要咧就係攻打呢個 Adobe Illustrator 嘅。基本上咧，無論佢嘅設計又好，佢嘅擺設又好，甚至乎佢嘅用途啊，或者個 shortcut 咧等等都差唔多，大致上同 Adobe 差唔多一樣嘅噃。咁點解要特別要講佢呢？嗱，以前呢，佢係收費嘅，咁而家呢，已經證實咗，亦都係公布咗呢，就係免費下載利用啊。點解呢？因為呢，就俾呢個 Canva 呢，就係收購咗啦，而負責人呢，亦都跳出嚟就講啦，如果你用呢個 Infinity 嘅話，你所有嘅作品、所有嘅工作啊，或者呢，你所有嘅創作呢，全部都一律呢，不會被盜用，而且呢，你嘅擁有權都係屬於你自己嘅。而 Affinity 呢，係完完全全呢，唔會擁有你任何嘅版權噶。呢個絕對係打咗個強心針俾所有嘅創作朋友啦。的而且確呢，對平面設計嘅行業嚟講嘅話，真係大大咁嘅反應啊！嗱，如果你自己本身想用 Canva 嘅話呢，即係譬如講 AI 嘅話呢，咁啊真係要付費啦。嗱，咁目前為止呢，即係電腦呢，而家可以下載享用嘅啫。咁樣平板電腦啦、iPad 嘅話就要等一等噶啦噃，即將來臨啊！